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今仔日呢，咱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的是2024年总统、立委选举的相关议题。市民新声节目呢，会陆续邀请到咱台南市有意要来参选立委选举的人物，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理念。今仔日呢，咱第一位邀请到吼，有意要来参选立委的这位呢，伊是现任的台南市议员，啊，伊的表现真好哦，即届要来挑战咱台南市立委选举的第2选区。咱即摆先来欢迎伊，欢迎陈坤和议员。主持人，台南的主人，大家好，我是陈坤和。好，非常欢迎陈坤和议员。讲到呢，这个陈坤和议员哈，他是一位教师、律师，也做过国大代表啊，其实经历很丰富啦哈。那他呢，在参选这个第3届台南市议员的时候呢，做顺利的来动算啦哈，因为他这个人权律师、公益律师的形象非常的好，而且也是真正有在做哦，所以呢，受到大家的肯定。然后呢，在上一届呢连任了之后呢，连任这一届哈到第4届，而且其实票也开得很高啦，表示大家对你做肯定哎。好啊，但是就是这次连任之后呢，现在陈坤和议员宣布呢，他要出来参选立委。啊，可能有一些民众会质疑说，啊，你当他动算呐，为什么搁要来选立委呢？这是不是有诚信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想要请教议员，就是讲你选立委这个声音是你伫个进前，你参选议员进前，你都有想过，还是讲你是之后才要来选立委的？感谢。坤和伫2017年要参选第3届台南市议员的时阵，其实做一乡亲就甲我讲，啊，你应该直接选立委啊，你较要来选议员。那当时我是感觉，决定要为民服务，是应该从基层行起，来听基层的声音。是，所以呢，我就来选。那选举足感谢咱大北门会乡亲，无弃嫌，互坤和啊4档，4个月啦吼，选举4个月，互坤和4档来做第3届的市议员服务。是，这4档来，坤和是兢兢业业吼，坤和的助理吼，应该秘书超过15个。哇，一般议员的规格是无可能遐尼济啦。迄个24万的迄个补助款，我每一个上少爱去ทั到40万较有够。是。当这薪资车马费啦吼。那这届个动算了后，拄好做偶然的机会，坤和伫个追求大北门区，莫阁继续边缘化。要追求咱溪南溪北离较平稳发展的时阵，那上重要就是交通交产业。那2条交通，第一条交通就是安足重要，要安怎从嘉义麻豆直接呢，透过咱的闸门溪大桥进入咱的南科。咱知影进南科落南，要来府城落南。要去仁德、关庙的归仁，交通拢非常的方便。嘛拢积极兴建，迄叫做北外环1期、2期吼，因为兴建费用超过300亿。铁路地下化南北2站超过700亿。它这2样加起来超过1000亿。是。那这迄个大北门区交安的闸门。要入咱的南科，要入咱的府城，2条桥就是拄则讲，这条南45、44要入咱的南科，佮交咱南41，也是咱的老厝，大运寮要入咱的海淀路的新界工业区。那坤和这4档外，差不多4档拢伫议会呢，拢在积极。做争取，一直到争取到要连任嘛，也搁伫总执行，在表达这个强烈的意见。对。结果伫咱呢，这届的议员第4届议员选举选完，12月19
因为选举选啊是11月24选举嘛。对。啊，12月19呢，安尼干部局长、苏金曼局长有一天敲电话讲，议员，你咧争取这条安尼南45、南44要入人科这条桥吼，安尼营建署已经要甲咱审查，我有够欢喜的啊！安尼讲，安尼哦，谢谢哦，安尼啊你甲我讲安尼是啥物意思？安尼讲爱互你知啊，因为你上关心嘛，安尼那有需要做啥物工课吗？伊讲可能爱拜托你。安尼立委吼，拜托立委甲咱关心伫营建署嘛，吼，按台南市政提案嘛，我当然我来拜托啊，我唯一无拜托就无拜托阮即区的立法委员。剩的你拢去拜托啊？因为我拜托陈立委啊，拜托赖慧妍议员呐，我因为这本来就我即区的立委爱做的工课啊。你安尼讲起来，你是感觉讲，你一区的立委伊无够负责任吗？无够负责任，因为我念3、4档啊，我总之性上少嘛超过4届5届，我普通的质询咯，现刊咯，应该查拢交过15届。我对代志的坚持吼，是讲到安尼交通局长，安尼干部局长，我问讲恁做博士吼。恁有咧读经济无啊？我是用这种角度不客气的咨询，安尼，所以呢，伊若承受很大的压力啊。对。所以这件代志，那我就观察，伫2月19号，我记住2月19号下午2点半，要审查，我来注意啊。是。结果咧审查了的时阵我来问局长局长审查结果如何？因为这立委拢有甲我讲，伊有关心嘛。安尼，来讲，这。目前有2个主要原因，什么原因？第一，爱环境影响评估。第二，因为这还个无路基，无原来的道路，是新开的道路。是新开。所以呢，这是爱经过安尼公路总局，就是安尼交通部。公路总局会同意安尼才会成事。我心内想讲，总嘛有开始啊，总嘛有开始，但是我想。我做议员安尼话4担，较来进步营建署，然后进选的还佫有安尼环保署，环境影响评估，选了还佫有交通局，我要落实阮溪北交溪南均衡的发展，不要被继续边缘化。我要4担是安尼，我佫4担会佫做啥物工？所以我感觉。那安尼的时阵，我不如的去中央争取较紧啊。所以伫遮选立委较紧啊。对啊，伫遮选立委啊，因为伫中央的预算，一担要审的是1条呢。1条呢，这条桥是偌济30亿呢。安尼，溪南的交通建设呢是1398亿呢。全部拢溪南哦。对。高进哦，预定要开的是。1988亿呢，溪南呢，溪北是那139亿，无包括按61号线这个跨中文四大桥，才96亿。但是按的1988亿内底拄有这98亿、96亿，然后佫有捷运线到新营，但是要升起的拢伫府城、港溪南。所以，我要等这2条桥的时阵，我议员搁做4担，我会当争取到啥？所以，我们的大北门区安尼溪北没有办法再继续等，没有办法继续等，一定要职工啊，这是现今的立委爱做的，所以我这嘛获得一个小小的收获呢。因为我都发新闻稿啊。发新闻稿的是表示我要参选的理由啊，结果我信不信呢？发完新闻稿到现在3项我列的提出这政见呢，已经达成了。已经达成哇！我伫新闻稿内底就是为什么安尼第1任、第2任的直辖市长？伊嘛是要参选总统啊，但是市长啊，安尼伊爱讲叶石涛，
咱台南市做好生活，做好工课，做好谈恋爱，对，结婚的悠然过生活的好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让我们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好环境。讲两任了，安进现任的市长足爱讲再引用叶石涛的话，人其他的5都，人已经早就无交健保费啊呢。为什么这种遮重大的养老的这个费用，那咱台南市的市民是6都的次等市民吗？那第二市嘛，人5都按是6都，按是次等的直辖市民。这个市长是做啥物？我无客气，伫新闻稿我内底就讲，这个市长的，所以其实这个就老人不用缴健保费，是你很早以前就提出的政见，对不对？因为我伫107年，动算108年市政总执行，109年第2届市政总执行，第1届市政总执行甲讲爱19亿外，财力难以负荷，第2届佮甲总执行要23亿外。市政难以做，越来越多。但是其他5都的老人变较济咧，变较济啊，安尼。那为什么人会当，袂当？佮讲个叶石涛，迄毋是足大讽刺呢？所以讲完，过个月已经来表达讲，按7月开始免缴健保费。对呀。因为我准备要做我证件啊，可能我证件毋惊人知。实我讲我若证件恁全部做完。我帮算，我证件全部做完免算，就达成了，你就不用对呀，就达成了，我干嘛要选？是，我选又没有收入，来个了钱耶。对啊，来第2，我要对这条咱44个道路，我退出了的时候，发现讲哇，因为我3月15宣布较看来讲，安尼，这区的立法委员袂歹，伫3月初7执行安尼，行政院长陈建仁讲，阮这条桥的时阵爱紧做，无啥溪北溪南乡亲交通足困难，安尼连讲佫讲唔对，是溪北的乡亲困难是溪南，讲佫讲唔对，抄还抄错，讲话还讲错话，安尼，但是。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伫107年第1届市政总执行，我来讲这个议题。我对他，我勘察超过5次，总执行超过4次，我个别的执行应该超过5个，我想超过15个。我一定是放在那边追踪案，我代志啦做不完就换着追踪。没有做，没会做，全部都追踪到底，因为这是重要的。那。安尼大内天文台，我嘛伫内底讲，恁按伫溪南发展遮尔济的建设，那今仔日安尼山区、安尼海边、按相对偏僻所在，要给人家包容性发展。就是讲市内人多，所以爱较济资源，但是郊区嘛有大人啊，人较少，但是嘛是安尼市民呢，而且这个市民的时阵更需要我们雪中送炭呢。结果呢，苏焕智县长甲我讲，坤儿，我做台南县的县长，我去交大内遮的里长、遮的地方，共答应讲，我要伫大内天文台设置一个饭店。观车网道应该袂使闲时看到来咱厝咧佚佗。观车网道有学术研究的价值，所以呢爱伫遐看，甚至会当伫遐住，来做记录。我嘛答应要做一个商场。我做台南县的县长的时阵，迄是苏县长讲，我已经将预算计划全部拢写好啊。预算拢编啦，结果县市合并的时阵毋知甲啥物人甲没收掉。都要失踪的对。对，那前礼拜的时阵，拄好伫大内石仔热，咱这个过立委就做欢喜啊，讲哇！天文台的时阵伊中央拨9000万要做啊，
要做啊！啊，然后呢，其中3000万是伊争取的，安尼我上台讲，应该毋是9000万咯，应该是几啊亿的吧？安尼来，但是已经欠阮12单啊，欠阮12单啊，所以呢，我发现讲，我发的这个新闻稿还真有用。哦，这真有用，所以呢，其实我这段时间拢看到，包括咸粉地带文化中心、艺文中心，嘛是我第一次上咨询，这件代志我一直在甲黄伟哲市长讹乐啦。我市长，这点我是对你做欣赏的，因为我甲你讲吼，人大家拢有文化中心、艺文中心，你想，按这个所在是台港内海上大的所在，但是吼。咱区有一个台港文化中心呢，但是咱大北门区这个所在呢，竟然这重要的人文没有一个文化中心。好，我就讲几个名人呢，名人呢，政治上、文化上着，咱会使讲吴新荣、吴新盈啊，吴新盈，咸粉地带代表人物，王市长，我讲啊。我拢甲你名称上好，你来设一个咸粉地带文化中心，这是全台湾无人有法度取代。咱咸粉地带人物非常有价值。咁啥咸粉地带人文是啥？咸粉地带，我个迄阵科安的教育局长郑新辉局长，你甲我讲咸粉地带的精神是啥？什么叫咸粉地带？当然伊唔知嘛，伊打讲海边水咸咸的啊，安尼。当然今仔这个时间我就无讲，因为咸粉地带文化地当讲一段落啊。所以呢，时间他来讲。是所以呢，按市长也是当下做答应，但是伊甲讲，但是大家拢会争呢。安尼啊，讲会争无就有就好，我讲好安尼。结果安尼市长真要有做呢。我当时伊唔知讲真啊，讲假，真该对伊足无信心。结果的时阵，讲有做，但是要去讨前瞻计划，要挂上，挂，阮这区的立委啊，挂伊的名啊。阮这区的立委，政府就爱挂伊的名，所以挂立委。所以变成立委争取的啊。对但是我是讲第二届较有的啊，因为我108年的时阵5月总执行，伊答应了的时阵，我第二届嘛搁总执行。因为我做代志一直会去对的，落尾去收这个公文讲，蔡苏秋金议员啥，过国文立委陈坤乐议员，我讲，蔡苏秋金议员，我也毋捌听过伊讲过啊。颠倒呢，啥，彭一峰议员，搁捌伫遐看到我讲图，交我做伙讲，安尼啊，我讲。无叫伊摕来看伊外国讲，所以108第一次、第二次安尼讲来的时阵，那一直来108年的时阵09年伊就要来献刊呢。献刊的时候，指定讲嘉义的体育公园，我昏倒了。我们怎么会设置一个文化中心，会采敌人在运动会呼吸的绿色公园？这要砍树呢，对，所以我是到底而且呢，伊要申请经费想法，无问讲我提起的人有啥物意见？因为开始做因的工作，做因的工作，所以呢，因为这件代志落尾手，安尼过国文立委的先交蔡苏秋金去中野遐开记者会讲因争取者，我奇怪，你若甲我挂我的名，我嘛无意见。若无挂我的名，我就讲奇怪，无来调资料，讲是啥物人去争取的。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代志，那伫参选的过程中，看到一些新闻稿来个枫叶蛤蟆，真的是是做者好佳在迄天有雨水，但是有的蛤蟆已经站袂掉，已经蛤蟆已经死啊。对，这个也都在我在文宣里面表示，拢做这刚开记者会，对，拢重大做侪的大建设啦。我上受气的是讲需要电，结果也无照规矩落去种电，叫做温种电大种电，结果的时阵也无去烦恼那个山区南华、南西玉这的爱文安尼麻豆的文旦，安尼海边的这个蛤蟆。蚵仔，
这民生的议题较唔去关心，所以讲了的时阵哦，因拢有咧做啊。安尼啊，奇怪，选举较有咧做，若选举较做，若会学我来做，学我的来做，安尼干脆互我来选就好啊，互我来做就好啊。所以这就是你参选主要的原因。对，这是后面是我参选的新闻稿之后的收获。就突然发现讲，你有人要还没竞争要选举啊，熊物件拢做出来。物件讲，这要做啊，这要做安尼。所以呢，我感觉这是一个但是我想对一个所在的发展要有愿景啊，对地方要有感情啊，对土地要有感情。那这个愿景感情，不是会使用抄的呀。那是发从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不断的充实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经验啊。国家主持人有讲的，我做老师做10年，我很重视教育文化，对，因为教育文化一定要落实，所以我对台南市高度文化我非常喜悦。但是我们好像拿到古都的直辖市之后，就忘了古都怎么做了。告进我觉得好像失落的。这点我感觉是虽然400单，我嘛感觉讲，目前咱的市政府，咱的个文化局摕出来的时候，我嘛感觉这400单若做安尼怎样？安尼讲较粗略讲，有较疗效一点嘛。因为还没有办法做出属于400年一个阶段的，但是市政人个话，俺是监督者，但是俺对俺的台南市的发展，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愿景。其实呢，老百姓不会是经济民生而已啦，民生经济啊，他每天让他安居乐业，他最重视。但啦，政治要发通度的时候，我感觉不要老是要骗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最佳是过日子，这是一件。所以我参选的立委的初衷，大概就是发现中央爱家己来，较会付，无那按伫议会4档真心心呢。虽然大家讲哇，困难你足忝，你是无也无收入的，你是欢喜啥？我讲真心心。有人袂晓做的，包括这个台南市市长，包括这个台南市立法委员，袂晓做，俺拢甲做开啊。遐专业呢。对。若想要听什么叫袂晓做有时我较讲给恁听。对啊，所以议员，你其实就是说，你看你即马有十几个这个助理诶，一般议员可能几个而已嘛，你迄就是立委规格，我们才有法度去伫议会做汉尼济，就是提案呐，然后做了很多的建设，然后很多的督促，但是议员就是认为讲，就算伊伫议会去安那努力，但是有一寡牵涉着中央经费的部分，唔是立委就无法度对不？所以家己出来算呐。跟你出来算的，跟你靠够烂嘛。然后我们知道说，你就是把全部的，包括你这个选举的补助款，还有你议员的薪水，全部拢关出来，对不？我是安尼想，因为我早期一直在强调啊，我强调是因为我叫苏焕智县长俺欠着伊的人情，欠这人情就是讲。因为俺拄食厝了，叫国信桥头要过电台的时阵，都专门开发要提网广告。12座过电台，34万5千伏特超高压线。阮空弄北空了多伫遐，为着安尼欠苏焕智县长，人甲咱斗3工都无做，安尼家己大的庄卡，互即个过电台无威胁到的时阵，俺感觉非常的感恩，因为迄是俺。成长的环境，俺有甲保持掉。结果，伊要甲阿扁仔讲总统桥，俺就爱甲斗3工。俺若无欠阿扁仔人情啊，但是俺欠苏焕智县长的人情，所以俺就光桥，光完2届阿扁仔总统桥。谢长廷选总统的时阵，迄阵民进党哪有够济老鼠？那小英落选，小英当选，苏焕智县长2任。赖清德市长2任，安拢咧光桥，光啊讲，光唔知什么意思的啦。你光的时阵，拢建设给迄人啊。我是去过奥运会，我爱花呢。出钱是安尼花，出钱总人，剩的咱总人啊，一届拢交拢袂少呢，安尼。那这书安尼总呢，所以
七股迄阵23个村落，我拢机卡拢用行，我的脚做会晓行，用来行看吧。吼，七股非常大，23个村落拢行，俺是安尼拍拼，为安尼民主的拍拼，为民主的道路的拍拼，结果落尾只安选择退出民进党，为什么？因为真个民进党，甲我迄阵攻击民进党无共啊嘛。我以前是大家为民主拍拼，所以我是甲按台南市民讲吼，民主拍拼，按台南是民主的圣地，这是台南市民共同努力的，吼，共同努力的。但是今仔日的政党到伊个民主进步党去执政的时阵，那按欠缺的是甲监督的力量，所以按足需要好好来监督这个政府。那昆和退出民进党，有足侪党希望我入党啊，入因个党啊。啊，你是选择无党嘛？无要加我讲我歹势吼，我做囡仔的时，做老师的时，我是国民党，欠苏汉地馆长的认证。我伊要做中常委，我搁做过全国党代表。是，所以我迄阵做阵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嘛，是代表民进党啊。但是我了的时阵，我退出民进党，我怎么可能会再入党？我希望我能够自由的心情来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台南的整体的发展。我想这是较重大，所以我真足讨厌恶斗啊，因为双顾双软，早期叫做修剪渐软啊，时阵哦，赶快让民生回归安居乐业的生活，赶快生养生息，让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嘛，大家赶快战完了啊！和以前是拿棍棒、拿枪支，现在已经拿选票选完了，但是我发现我们怎么任何时阵拢底下斗来斗去，政党的恶斗，所以就是说，就算你当选了立委，你也不会再加入其他政党嘛？我原则上应该不会考虑，就是因为我会就事论事。人家感觉讲，困难，执政党可能也有不错的啊。可是呢，监督也有很多监督的力量啊。对。比如执政党，我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2025年的非核家园一定要检讨，因为那是林义雄条款。所以我们现在执政者把林义雄条款汇合，赶在2025年的时候，让我们的电力政策跟国际不同步，这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因为国际是2050年的零碳排，我们赶2025年的非核家园，核能先废掉，所以才会再造成什么？拔绿式重电，绿式是制造氧气呢，有碳汇呢，所以我们的政策不要，否则可能绿色政府现在的执政党可能反而害了林义雄的一世的英名。对，我讲这种议题应该大家要来谈的，这是有问题的一个政策，而且也是搬钱搬到已经违法的搬钱。我在想，政党轮替应该会有人追究责任的。无的时阵哦，那个我们学长开了88枪。可以88枪，为啥可以88？如果合法的钱，我不相信黑道敢开枪。就是因为你的钱有问题，然后跟黑道有关系，黑道会觉得说你太没有道义了哦，所以分不到才会有这个事件。如果那是合法的钱，黑道怎么敢开枪？所以我觉得这是那也没有错啊，因为怎样？因为当时我在追究，在总执行，我们黄伟哲市长。都说我对蔡派拢会干咩？那我讲你被我骂的人到现在谁被我骂？郭在清被我骂。我叫市长，你说你要严小人呐，禁君子啊，这样。陈凯琳被我骂，我说陈凯琳，你应该知所进退了。人家都跟你检举，而且还府内的人跟你要知所进退。市长，你对这样的局长不知所进退，你应该撞死断腕了。伊拢来讨他款那个款，然后开会，我要专案报告，他说应该没问题，都合法的，都合法，收押禁见，通通起诉。被你骂的很多全部都是被对啊，这3位全部都收押收押禁见，然后又收押禁见，只有我们的地检署检察长那个叶淑文，我说这只会欺负我们老百姓，只会让阮落地高的乡亲，把阮的渔民科农当作暴民，然后收押4万交保，
开了66也有88枪的哈，2万块钱就可以让他走掉。那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起诉书我稍微瞄一下，不敢传信防伪者。我们的司法到我们的行政权之前，顶尖是安内低头，这个怎么能够？这个太严重了啦。所以我们台湾的民主道路还有很长的路在走。对啊。咱今仔日所有谈的时阵，已经谈到贵在钦，人遐已经有讲到，今天包括我们国民党的几位议员，人家的已经都讲到有关于到黄插尾吧，黄插者吧，安尼，那已经讲到你了，那市长，我们的一个地检署检察官不敢传信，一个我们的市长去问问看。所以那个是等于佛解给这些被告有套的空间了。所以呢，按那司法的些，我这都是32年的经验，看在眼里，哎呦，真可怜呢。你看我们的叶淑问检察长请辞，现在调到台南高检署当检察官。对，那所以是跟我们的司法，我们为什么不敢放手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特征组是不是应该再回来？我觉得是应该有考虑的地方啊。特征组让他回来，让他独立。我们在树摊，但是还是在行政里面管。所以按呢台湾的司法教一样。这样退步很多，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有需要改革的地方。那议员，像你，我们知道说你在议会啊，常常咨询的时候都是有关于一寡政电的代志，但是政电这就是吼，大家拢会感觉有一些问题的存在，有一些案件的发生，大家拢感觉讲啊政电歹啦，但是这上真正是安尼啦，政电敢有伊的好处，敢为咱的民众带来一些权利、一些好处。我今仔日拄则他做执行安尼督发局，我讲正电你定2025年，我们中央定22年赶着重电，但是你是安那关核能，然后用我们所谓的绿能，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那风力发电，你看我们花了多少的钱，可能变成呆账，我们要改变的时候，一定要把方法想好。把它做评估好了以后再来执行，否则我们今仔2025年会有，闻到2025年会有加盐，但是替代能源是风力发电、太阳能光电，所以呢，大家抢那一块，结果抢一抢发现，地面种电最快，采了最来的这个上面做一个发电板，对，这样最快。因为成本最低，而且马上能够办到钱，所以就赶快去做。要达到这个电也没关系，但是要考虑到要得失之间呐。因为做一件事，所以我们的风力发电因为比较没有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那个食物，没关的土地因为一胖了。但是呢，他关心的生态反而没有人去注意，因为它空中，结果很多就呆账。好，我们的地面的光电，渔电共生，生态区，农电共生，这个都要很小心去用土地的。对。那我们不用做环境影响评估。安倍哲。120公顷这个环境想评估，这个通通不用做，因为这样为了满足2025年会有加盐，所以我们的中央的很多的法令遇到自己要做的时候呢，全部都不用管，就不用拘束，老百姓要做的全部都拘束，这叫做只让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好，这样的带动之下，我们因为它的重电可以啊，屋顶上触电，触电因为土地储起了啊，顶管可以当降温来，农舍、鸡舍，来工厂，尤其工厂应该要强制重电的，因为用电上这一定要强制重电的。但是我们有推啊，可是推很难推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他们重电。
啊，然后没有想到让他们有想要种电，想要种电重要。那我们有很多的法案都在讲说奖励，但是我们的种电对屋顶型种电奖励非常不足。哦，所以人家就不愿意在比较没影响的屋顶种嘛，对不对？为啥没好？因为我讲，因为我那边100公顷、200公顷种电了，来假设1公顷上少啦，1公顷1亿，1亿预算你讲1亿，银行贷款8000。8000万，我自己有在建设业，我为什么经验这么丰富？我做老师，做律师，对，然后做商业，我经历太多。我去做单车都市计划委员，我经历，来，这个电哦，1公顷哦，那爱8000万，唔免我6000万我总包，8000万是银行贷款，成本是1亿，那我6000万，我得当来做，我有赚啦。来，我用6500万，所以种完电1公顷去银行搬8000万，银行搬8000万，那因上这1公顷赚1500万，10公顷15亿，100公顷那100公顷15亿，1000公顷150亿。这个利益获益很庞大。为什么要开80枪？我们很多的中央的政论节目哦，我不是爱讲的，你看啦。因为他们讲的话是笑话，什么黑道觊觎20年的重电利益，黑道觊觎20年的重电利益，他每次看的说，你为什么银行搬了钱呢？然后钱进到你口袋里，为什么我没有分到？而且我分的怎么是这样？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央政府哈，这也有利能的政策，真的只是在帮那财团搬钱，没有人帮忙搬得了钱吗？对啊，来看政府是扮演什么角色？没有经过政府的同意盖章，他怎么能够种得电？对啊，我们有一个鸡舍申请了3年多，说，我申请3万，我申请3万外，较袂当种电，伊讲无亏欠，我讲无啥无亏欠，因为你种电对因就无好处啊。所以我们的政府真的非常糟糕。对，在拿老百姓银行的钱呢，真的在。这也是掏空我们的国库，借由绿电，然后呢，银行搬钱，这个是非常，就是所以才会产生这些治安事件嘛。对啊，因为利益太庞大，牵扯很多，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立法它有不周全的地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出手太草率，太潦草。对，所以我弄了一个重电自治条例，很我听没？安尼啊，因为那个真的是我是在挡，我已经尽力挡61号，现在是不动电。对，不动了。61号移动，我到现在没有半点，我敢挡，因为协调就是61号以及不动电，那我觉得我已经至少还有守住啦。我还要守住。那61号以东乡亲有呈请，我就会处理；没有呈请，地方没意见，我也就不敢表达。所以呢，事实上在整个重电的比例总量超过伤济啊。所以要管控嘛。所以其实这有关于重电这个跟中央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讲要去改掉中央的政策，你嘛是爱去做立委较有法度嘛，对不？我第一个政见检讨2025年的灰河家园。对，这个电讲起来还有很多的学问我敢在这边讲，10年内七股海边的重电一定后悔。好，我们就来等着看看。所以这改你要参选嘛，咱知影讲即马现任你要选的迄区第2选区就是郭国文立委。好，那你要挑战他其实就是上一次补选的时候其实他们熊有拼的是谢龙介嘛，国民党。但是这改国民党要礼让你来选呢，是不是？你们有做过什么样的协调吗？选区是安尼，因为伫咱这个选区无三卡都分钱啦。对啦。那在选举，我有意识想争取这个为民发声的声音，我当然要去尊重国民党啊。因为我的对手是现在的执政党啊。对。那所以，我当然要去拜访。所以在我的竞选的那个新闻稿里面就讲了希望结合在野的力量包括民主进步党
愿意来监督现在执政党的力量。我希望只有这样的力量来支持我，让我来监督。民进党也有很多觉得自己的政党弄得不太像话，因为当然这种去88群，结果议长选举又会选，那我们赖清德迄阵做市长，然后伊要选总统，那伊的标准伫倒？那百姓嘛想讲，你的标准你不是做标准做管吗？高道德标准好，但是你对自己如何？老百姓也在看啊，所以我不是台湾的民主政治走来，不是现在的民主进步党啊。台湾的民主进步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老百姓共同打拼出来，它只是代表我们去执政。那民主进步党的党员占按人口的比例，应该无1%吧？1%的时候就200万人啊呢。对。就100万人啊呢。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台湾人能够自主最大就是说，你要了解，我们都在民主，我们的追求自由民主在打拼的时候，你要监督我们的政府。那我当然要去拜访国民党啊。对，所以即马协调好的是国民党要由迄方面无要派人，互你来选。我在想说，我想参选这一席，因为我觉得我提出我的看法，所以到现在我的拜访的这些民进也有国民党的地方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我应该都有拜访过。都拜访过。我唔敢分大细啊，大家拢对我来讲拢白大汉，所以我都拜访，有的拜访好几次。那大部分的拜访第一次，他就支持我的想法，就支持你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需要呢有监督的力量。我说我非常感谢，也有国民党他没有准备提名，那有没有提名我还不知道。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有觉得，他们还是觉得这个选区由我来选，由你来选，对对， OK 的，没有条件。对，有条件，那我们还怎么跟我们的市民交代？所以嘛是就是算不要派人选出来，就是挺你来选的啦。是。好，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台南市第2选举区立委上次补选。是。我把资料调出来啊，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无党的啦，卖出来算的话，迄个时阵嘉良应该是会调的哦。所以大家看一下的，一共迄阵呢有总共6位参选人，然后杨小茹啊、郭国文、吴炳辉、谢龙介、陈小玉跟徐国栋。好，那民进党的部分呢，就是迄阵郭国文当选，伊是得票率47.05%，那得票数是62858票。啊，国民党迄阵嘉良该是59194票，得票率是14.31%。迄阵若是加无党籍迄4位的票，好，结果伊的票得超过郭国文啊。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看来，我觉得陈坤和议员，你这个在这区选立委是极有拼的哦，极有可怜的哦，变盘的哦，非常的艰困，所以非常要拜托。但是有这个机会，对不对？因为我在想，因为我做事情就事论事。我刚才讲过啊，黄伟哲市长说他好，我就说，言论地带文化中心赞，但是讲重点的，我说你局里面有那么优秀的公务人员、文官体制，有这么优秀的公务人员，你才会家己阿标一个地下市长。那拜访观瞻呢？那我们正统的国家考试的公务员考试的那个的公务人员，遐尼优秀的人，那当然也难免有那个害群之马，但是非常少。是。所以我感觉我们应该赶快建立一个回归到正当的文官体制，这样因为他们有专业，有专业，所以呢，他们也各方面在学术上面也经过肯定。我感觉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正常的文官体制，因为这样我们小的时候都在读书，小的时候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为什么？因为俺无法度，但是俺认真读册，俺嘛有拍拼出头的日子。所以我们的执政者应该要去注意我们优质的公务人员，让他好表现，让他专业，而不要用后面的这些利益的团体，然后呢结了一个，然后呢变成我们的一级主管无尊严，爱听这无资格的人，结果他拥有钱，拥有理事长
给的权利，我相信这不是按台湾的政治之后，更是这个台南市，更何况台南市现在还是6都之末，真的，我们台南市民要努力。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文化首都，有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曾文溪流域？这联合的地点，这联合的所在，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努力来监督我们现在的执政者。这样，我们60立委好像到中央，好像只有当做举手部队，那跟以前的100年国会的议员有什么两样？对，所以这届吼陈坤和议员要来参选第2选区的立委，其实嘛是对着讲现任立委嘛，立委讲，伊就是做了无好，所以我来做看卖做好好。好，你这届选区第2选区，它就是包括七股、嘉里、麻豆、关田啊，还有善化、大内、玉井、南溪、西港。以及安定、山上、左镇跟南花，安尼看起来这个范围就是沿海呀，还有山区、南科、麻豆嘛。所以你对着这个选区的部分吼，你认为讲之前就是现任立委他争取到不够的，或者是说你未来你有什么你可以做得到的？除了我做台南市议员，感觉溪南溪北很多的不是最重要的架构。我现在提出来还是治标的治本的方式，就是交通商业。交通商业。对。因为伫我的迄个宣传的新闻稿内底，包括我的总执行内底，拢陆续都讲过了。那现在呢，我要去关心的，也就是我们山区。对。我们山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安内曾文水库，安内南化水库，很多的水源保护区。那水源保护区划下去了以后，县建，但是县建安进的水源保护区，我们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了。而且我们当时法定制定很宽，很严格啦，对老百姓很严格啦，但是对那个管制很宽了，管制的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很多的水不进入水库，它是流掉的。入来专门客，不是伫水库内底。其实这些土地呢，应该要设法跟它这边。为什么要这边？这个要去思考，这是未来50年的古调代志。我们现在想起来看，按照起厝一直拄海边起是要起什么意思？50吨啊，可能在水边啊。所以呢，我们要设法，房子要设法往那里面盖呀。对。否则将来才要去盖，那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头。我们现在就有规划的去把这些不要全部做水源保护区，因为水，我们的民生用水无地来的。所以按个这边可以来规划我们的国土的重新规划。那我们的山区有很多的土地是将来唔惊淹水的。这个安全的，它经历好，后盖安就会当去用啊。要有长远的规划。对，这是一个，然后交通。交通就讲，我都在讲2条桥，这2条桥马上治标解决我们的溪北的人口不要流失。对。因为按这为什么人讲，有人在问讲，台南市为什么做直辖市人口拢无增加？我讲这是免哪增加？为什么要增加？因为伊人口是从溪北搬入来啊。溪北要来溪南上班无方便，就搬入来，搬入来，本来伫溪北来遮上班，倒转去，爸爸妈妈会甲讲，来娶某啊，还是嫁翁啊，生囝，因为生囝伫附近，无住做伙嘛，住伫附近，住伫附近的时囡仔生来讲，迄个阿嬷，妈妈。你甲我看一下吼，安尼。帮我倒顾一下。对啊，顾一下，安尼伊家生囝嘛有人催呢，催很重要呢。男女孩子不催的话，可能一辈子不会结婚呢。但父母催很重要呢，我都在打敲边鼓啊。好，这个的时阵，我们上班不方便，他就会住在这里。因为住在这边，2个租房子，薪水给了多少？5、6千块，来买房子，缴贷款，1间房子。1500万，2000万，谁来负担？妈妈、爸爸卖财产，搁来读，搁爱交贷款，他交迄个贷款，谈来一定拢会谈啦。结婚的时阵，足想要结啦，但是囝
加生哦。哎，对。所以我们的人口怎么去增加人口？应该有交通方便，日来半点钟内底当上班，倒去半点钟。我讲阮厝的阮遐的厝的时阵哦，伊个小港的规家是1000万，来到家的时阵爱2000万，那我怎么会可能在这买房子？我在那边买，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那我那个才叫做安居乐业。我们是把老百姓呢，年轻人赶在这边，让他缴贷款，不敢生孩子，然后叫做安居乐业，笑话。2任的市长。真的在讲笑话，他们是在让年轻人生活辛苦，不让他们过好日子。他不准备让我们台南市民过好日子，私心太重，自己的私心、党的私心太重，没有全民的思维，没有市民，没有把市民的心声想在心里。否则的话，我相信伊袂遐讲，哪遐讲的时阵哦，事情哦，他们都不应该主政。对。好，那我想节目的最后吼，今麦你已经决意要来参选到第2选区的立委嘛吼，后续咱就是讲吼，拄则看迄选票的分析，因为应站人拢会讲，哇，你只要民进党给你提名，你就会当选，但是咱知影讲你本身就是跟民进党也有蛮好的渊源，然后国民党现在又不派人选来挺你，然后如果再加上无党的票。其实你吼要赢过，希望做大，但是还是要努力，你就是在这方面的话，因为基本上民进党一定是杀国文，那你本身怎么样去吸引民进党的选票？有没有什么策略？我想我就事论事了。今天我还听到一个消息，传说有人呢在麻豆的庙口那边发矿泉水，跟他讲说，有一个要选立委吼，那个叫做陈坤和，陈坤和伊是啥民进党的背骨来，背骨，对背骨的，是选区，伊是老啊，安尼啊，我是老啊，什么老啊？老啊应该是讲会敢骗的叫老啊，对啊，老啊，对。看坤和什么选骗过啦？好安尼。所以现在已经有这种风声在出现了。对，我在想怎么选举的事情，所以我们乡亲要了解，我们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但是用一个盖棺的帽子给人家扣下去的时候，要问他说：无坤和也是老啊？你甲我讲，坤和倒一点是老啊？讲我听。大家要去查证呐，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这么的淳朴，这么容易听人家的一些耳语，而耳语影响我们。结果我们发现，老百姓最重要是那一张选票，民主政治里面最重要就那一张选票。结果呢？听了而已，结果不知道老百姓，我这边最重要，我好判断，老百姓那一张选票才是真正他做主。老百姓的这张选票，觉得我听听就好，还是这样，没有主张或者听耳语的话，那就很可惜，在我们的民主政治上面，那就很可惜。但是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这表示我们的民主教育，还没有很成熟。那民主教育没有很成熟，谁要负责？有主政的人都要负责。好，所以这方面可能单议员嘛爱好好啊吼，去甲咱的乡亲哦，就是一步一脚印去讲很清楚，对不？好，了解你的为人啊。至于说陈议员他本身在议会的表现，上网去查很多，他的表现是真的非常的优秀啦吼。然后所有的这个议员的薪水都关出来，个家己倒塔啦吼，都无 care， 所以不贪不取。然后就是在为人民做事，这一点是真的，很多的媒体都非常的称赞他。所以说我是老啊，我现在听拢袂落。其实吼，好，咱这波最后来简单做一下结论哈。非常的感谢安尼主持人吼，安尼节目何坤啊来将这个机会来甲安尼市民来表达声音。坤和就是期待咱大台南市的主人，咱是一个文化的高度，所以咱的教育文化是咱的底蕴台湾上深的。那但是咱台南市民嘛是上淳朴、上敦厚、忠厚老实。可是伫民主政治的选区内底，咱的台湾真的民主政治，台南非常的重要。但台南的民主政治是咱全部咱的市民共同努力打拼出来，不是专属哪一个政党。那民主在选区，咱来为家己来想想啊，什么人适合来甲咱做监督的力量，咱来甲支持。那若有经验的人，若有做过，咱来检查，来检查伊的成绩单。检查坤和做认真，做努力，互坤和有机会
来甲安尼乡亲长辈时代服务，应该会看到无共的一个各区的议员为什么为安尼地方的拍拼，而且非常的感谢爱拜托安尼乡亲长辈时代较近支持，互近有机会日过会敢拍拼，感谢，谢谢。是好，陈坤云和议员其实在议会这样的执政呢咨询，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挑战这个立委，然后希望说让我们的台南，让我们的台湾能够更好，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次谢谢陈坤和议员。然后我们做这样的节目呢，请我们的立委候选人到节目当中来讲因的理念，嘛希望讲咱选民要投下新型一票的时阵，你能够有正确的思考跟正确的判断。再次感谢陈议员，谢谢您。感谢主持人，感谢秦小姐，谢谢，再会。